来去新竹今仔举办小物的市集，互4岁至12岁囡仔家己做头家，甲厝内用过也是用袂到的物件摕出来俗俗卖，希望透过这个活动，会当用中国这物件通继续使用。宝可梦，还有小玩具。大声叫卖看真足，叫卖头家竟然是囡仔，而且现场卖拢是厝内用过，也是用袂到的物件。 有布鞋啊、衫裤、各二手册，这生活用品全拢俗俗啊卖。家里有一些多的东西，然后丢掉也可惜。那想说让小孩知道说这些东西是得来不易的，它其实还有剩余的价值。所以呢，我们就便宜卖给需要的小朋友们。对，然后除了让小孩知道说，哎，这东西有价值之外，也让他们当了一日的小老板。多带一些可以卖的，然后呢？ 是没有损坏，有一些是有少的。我们是跟客人讲。主办单位指出，活动主要是要予囡仔自细汉就培养金钱甲分享的观念，尤其是透过体验，会当予囡仔更加爱惜身躯边的物件，会了解环保的重要。 把家里玩过的、用过的二手的玩具啊、衣物、书籍拿来现场跟其他的小朋友来做一个分享的动作。那我们希望可以让小朋友学习到一个爱物惜物跟一个永续环保的概念。活动现场唔但有趣味的市集，来参加的囡仔，佮会捐出一领二手衫裤，佮互主办单位捐互弱势团体，唔但做爱心，嘛互资源再利用。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